那我们今天要来讲呢是宁波话拼音。那么首先来讲一下这个拼音的简介吧。首先这个资源呢，这些资料不是我自己弄出来的，是网上找来的。这个要感谢一下这个网名叫 Electric Shift 的人，是他做的网页，他整理的资料。那么这个网页呢，大家也可以就是进入这个网址当中去看。我旁边这个二维码也是可以进入到这个网址当中，它就是有一个比较详细的拼音教程。那么这个宁波话吴语拼音这个口音呢，它是宁波市区的口音，就是宁波俗称的那个老三区，就包括寒暑区、江北区和以前江东区。那么16年的时候，就江东区被瀛州吞并了，所以现在就没有了。那么 UP 主平时其实现在宁波话讲的也不是很多，所以而且口音也是有受新派的影响，就如果有出入的话，可以指出。那么这是作者在那个网页上放的那个东西。那这个教程的吴语拼音呢，是最初由吴语协会创制，后来是经过吴语学堂修改，就使用了除 X 以外的其余25个拉丁字母，不使用任何附加符号，就在键盘上输入就比较方便。那也有相应的输入法。那么关于输入法的安装呢，我因为用的是苹果电脑 Mac，所以我呢可能跟 Windows 系统有不一样，但是我是放过一个就是之前有放过一个安装那个输入法的视频，就有兴趣可以去看一下，如果你是苹果电脑的话。好的。那首先来看一下声母表。那因为这一堂课我只是讲一下简介，所以我在第1P里面就不再详细讲了，因为我之后更新的时候我会一个个详细讲下去，所以就给大家就是浏览一下这个声母表，然后大家可以有个概念。大家如果有兴趣可以截个图，或者是这个记一下笔记之类的。那么韵母表呢，它比较长，所以我就把它分了上和下，这是前半部分。然后这个是韵母表后半部分。所以呢，大概有了解吧。那之后我会详细讲。那么也是欢迎大家，如果是喜欢吴语的话，对吴语感兴趣的话，那欢迎大家这个来关注一下吴语学堂，就是可以获取一些更多关于吴语的资讯。